今天是2004年6月12号，这个法文课应该讲第15课了。上课的次数是第14次，咱们有一次讲了2课。这一次呢，咱们计划这样，这次就讲这次也是讲2课，因为它那个规则很简单，然后第1课呢它没有变化，那个发音没有变化，所以那个就是个练习，所以咱们俩在放假之前干脆给大家把这课呀全练习完，然后假期呢没事你就听一听读一读，这样的话呢2个月时间过来啊，后边咱们就再来了复习，那正好有2课是复习2课，然后接着学语法。这样他如果要是每天都读一会儿或者听一会儿，这样他语音就能过关。后边就是语法，就是理解上的了，咱们就突击单词。先那个复习13、14课，翻到59页，就这个领着读。这个发音嘛，主要就是多次重复，咱们读一读看啊。这个前边的那2个发音一样，就读一个就行了啊。这个规则很简单，就是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凡是有前加字或者上加字的，所有的低调都不送气，因为低调送气的只有那5个音，咔嚓塔巴卡，人家别的那个都是本身低调就是不送气的，所以也就是针对这5个字母说的，就是一带帽，前边一挡住，就不送气了，就有这么个印象就行了。咱们来就练习这个规则啊。嘎、点、果、夹、夹、局、炸、煮、局是之跟鱼拼起来，局，这是舌，煮是那个完成。下边是夹、结、夹儿、打、左、决、罚、得、防、砸、左，这是圆满，左是圆满。下边那个是嘎、港、夹、囧、打、罚、补。传统拼读法是拉嘎达嘎那点，拉达达达卡达，沙巴达巴那沙邦，拉嘎达嘎呀拉嘎达嘎呀达加那点，沙巴达巴拉达扎那长，拉达巴达达那若多，拉加达加什么结撒结，拉加达加那若穷啊撒穷，拉嘎达嘎拉达扎些就足怕足，沙巴达巴拉达扎些就直拉直，沙巴达巴拉达扎些就直拉直。例词是变了，果、假盖、解意、局、炸、局、结、讲、落胸切、左、决、在的、公布、左、
我 M 紧裤大家练习也练习一下啊。杰克每个切切均吗差距切节律感chung鼓经济啊不对长记点吗穷餐甲几波主播鱼多人这是东让白巴勒行白你就是放着录音，就一个是多听有精神的就可以自己跟着念一念，这个没精神就可以听一听，就语言就是多熏习就行了。第14课的第14课就是刚才那个语法呢，再加一句，原来是前加上加字低调不送气，后边加一个鼻音变平调，就是拿娘拿麻这4个鼻音一盖帽前边一堵就变平调，老有这么个印象，到时候一看前面有东西就这个不读2声了，读成1声，前边还是读一个啊，女云呀耶nhung na no nợp ma yun man mẹ nha ni yin，这个呢就是特殊的，发的时候呢本来读哈，但是因为它有一个加了一个上加字拉，所以呢就先做拉的那个声母的发音口型，准备发那个了，做好口型之后呢再发哈，就是哈好哈嘿。如果你觉得你反正就这么练习练习吧，觉得别扭你就直接哈就行了啊，都不影响。下边传统民族法，萨玛达玛那门，萨那达那帕萨勒，拉那达那，萨玛达玛拉达玛萨梅。萨玛达玛雅达nha卡nha，拉nha达nha真波涅塔涅，萨玛达那那若云那云，拉那达那那若诺。萨玛达玛雅达nha那若云那云，萨玛达玛雅达玛真波梅。规则挺简单，就是那个练个反应，多读记住了，到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反应过来了。如果读的少了呢，也知道到时候反复这样字就忘了到时候读调就读错了。咱们看单词啊，云波宁巴宁多诺波南街那卡马丘门巴门康马尼拉姆这个以后很常用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尼拉姆牛骨加个牛哈萨好，下边的例句啊，我把一句话读完，咱们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来。南街了，
我把它读完，咱们慢慢来啊，你们也别着急，咱们就慢慢的学。南给了，提让卡在切地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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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罗中切地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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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让卡在罗中切地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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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家给罗中切地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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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让卡在切地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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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皮衣罗中切地耶。拿皮衣罗中切地哟。拿皮衣罗中切地耶。拿皮衣罗中切地哟。现在咱们那个封面上这几个字啊，都就会读了。咱们翻到封面，曲意这是藏文的啊，曲意鼻是的，扎角儿扎是声音，学过了吧？哎，角儿是组合起来拼起来，扎是声音拼音，落不是学习教学都是它。这不是那个册子本子，一个学习用的书，学习用的本子，拼音的学习的本子，藏文的拼音的学习的教材。哎，后边呢哈撒加上那个 RKV， 这个咱们还没学可能啊，就是读成哈塞盖拉萨音，这个后边这个盖是说话的音语音，前边那个一是文字，前边是藏文的拼音教材，这两个字不一样。皮语给扎角罗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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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塞盖，哈塞盖，慢慢这个，慢慢本事就大了。慢慢你要是真的练得熟练了呀，那个你不认识的字，你照样音都能拼出来，都能拼得正确，就没有读不出来的字。下边那个练习咱们也做一下啊，67页那个那库，就是注意这个那上边一加带帽就变成平音，就别读成拿，就行了。那库，那波，女那，那着，云巴，年包，凝结，牛妈，啊，不是牛了，是牛妈。这个是那气，南他，努，他这个拿就不能读努，是平声，努，麦他，这是木巴，民拉，这个民拉是祝愿，祈求祝愿，发愿，民拉。民阿巴ham汉盖，这是回报。下边这个也读一下吧。塔把注意卡恰塔巴卡这五个呢是不送气，调不变，还是二声。那nha那妈这四个呢是变调，变成平调。它这个因为那nha那妈这四个呢不存在送气不送气的问题，它就是不送气的，它就是那个不送气的，所以它是变调。牛，这个是敏吧，这个是哈拉对落不对，这是对落
哎，这都是平声就变成那个四声了。最后一对是嚯咯，好，咱们开始今天的课，第15课，前加字。前加字跟上加字一样，也是3课，规则呢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规则很熟悉了，咱们主要就是来多看多读，练习反应了。也看一下他这几个单词啊，他说这卡塔帕马啊这个咱们都不用记，你反正他加上前加字咱们就念就行了，你就不用管它是谁前都可以加。这几个单词呢咱们认识一下啊。第一个是记，哎，1、2、3、4的1。第二个是你嘛，这个前头学过，人民。第三个是索巴，这可能没学过，工人。这个是国，哎，卡本来是送气的，前面一加前加字改成不送气，改成嘎，就成了国。这是脑袋头，这个也用的很多的。最后这个急，这个是非常常用，哎，这个那个经常在这儿。词比就是这个词，哎，这些都不用看了，因为规则咱们也学过了，哎，就是卡恰塔巴塔变成变成那个不送气，拿nha拿马变成平调，这是前加字上加字都是一样的效果。这儿翻过来这一页啊，这个有用，这个咱们看一下它的意思啊，叫后加字啊比前加字，它这个什么意思呢？说有时候啊。咱们这个就是看这个藏文单词的时候啊，如果它是2个字母并列，这个时候啊，一定前边这个字是基字，后边那个字是后加字，就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呢？2个字母的词呢，后边是基字，前边是前加字，不会出现这样的词儿。说那我怎么能判断说这2个字母的字究竟是前边是基字还是后边是基字啊？他就来了一个什么呢？一定前边是基字，后边是后加字。如果要是出现后边是基字，前边是前加字的话，它一定在后边再加一个字母，再加一个啊。这个啊呢，它跟什么这个亲呐都不变音，前面那音不变，所以它等于白加。那它起什么作用呢？仅起一个作用，就是告诉你说中间的这个是基字，哎，所以这个你就不犯愁了，就是说。凡是碰见2个字母拼的词儿，一定是前边是基字，后边是后加字。如果后边是基字，它一定要在后边加一个啊，就起这么一个作用，哎，起个区别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就明白它意思了。你比如说他举的这个例子，头一个是嘎，哎，你看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后加字，一个爬一个嘎，这个时候你就得有一个判断问题，说是。前边是基字，后加字是个嘎吗？后来你一想不对，后加字没有嘎没做后加字的，哎，你得这么判断，这就麻烦一些。他这个时候啊就不用你判断，一看呢中间是后边是后加字，不是后边是基字，他一定要加一个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不用你判断了。一看那中间那肯定是前加字后加字，中间是基字，这个不用判断了。第二个嘎。哎，这也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嘎，那这个词啊一定是卡是基字，卡是后加字，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就是说后边是基字，前边是前加字。这个卡是有前加字的，所以这个就不好判断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你加一个后加字，这样告诉你说后边这个是基字，哎，就完了。所以这个就起这么一个作用。下边的就无所谓了。下边的这些呢发音都不变化，所以咱们直接就读就行了啊。咱们读一遍，从头读啊。嘎均嘎加记揪，这个揪学过没有？这个揪是10，前边记是1，哎，以后这个1到10这个数字也是常用的，哎，头一个那个记是1，这个爬
前头加田家字修是10。下边一行哒哒哒咚咚当当发发对对轰轰，翻过来撒撒撒当当肃肃沙沙沙肃肃，这个是撅撅，哎吱撅撅撅，下边这个是扎扎鸡鸡接接，这个是加加加鸡鸡架架，这个是加加记记借借，下边是咔咔咔，你记住这个第二行啊永远不变，送气的送气不永远是送气的，第二行永远不变。不对了，哎，永远是送气。不对，下边掐掐掐切切枪枪啪啪啪通啪啪拍拍啪啪烫咔听气，后边这个同样读音是一样的啊，后加字不一样，读音一样。气，轻声变4声，这个是掐掐掐掐圈儿叉叉切错，下边这个是虾秀谢，对，这边是撒松三霞咻习撒急索沙送，后边这个是速，下边是拉，第二个辣，第三个乐，最后一行是打左绝，就是发音都没变，就是这个等于是复习其他的规则啊。咱们也练一练这个传承拼读法啊。注意全家字的读法啊，它是读成这个，你看它那个拼啊是爬，你看那个本来是爬吧，它给读成是爬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卧是在前头，说这个爬呢在前头，就这意思，就是前头有个爬，哎，这个那个 A 为什么要戴个小帽子呢？因为这个卧乌是那个闭元音，
所以呢前头这个啊都发成就变成了坡，坡卧，爬就读成了坡卧，就是爬在前头，就是这么个意思。坡卧嘎啊嘎，坡卧嘎啊嘎。第二个就是坡卧搭啊当，坡卧搭啊当。这个是啊，直接带小帽子就变成了是吧？就成了卧趴啦趴儿，卧趴啦趴儿。这个麻就变成了磨，就是抹卧擦麻撒烫，抹卧擦麻撒烫，可卧撒啊撒，可卧撒啊撒，本来是卡卧，结果他这个一变闭元音要这个闭一点，变成就可卧。基本上这个田家字的这个后边还有一个卡，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下边的啊，可卧嘎呀大扎，可卧嘎呀大扎。注意啊，可卧巴雅的加塔界，可卧巴雅的加塔界，翻过来，这个是卧卡雅的插帕彻，卧卡雅的插帕彻，可卧嘎拉不达拉卡萨拉，可卧嘎拉不达拉卡萨拉，可卧巴枕包杯，可卧巴枕包杯，可卧扎接就住卡萨住，可卧扎接就住卡萨住，卧卡接就库拉库儿，库拉库儿啊，卧卡接就库拉库儿。莫卧他那若通啊通，莫卧他那若通啊通，可卧扎起就松嘛松，可卧扎起就松嘛松，那个是他这个上一行的那个后边拼音呐，倒数第二个拼音多了一个 V， 多了一个那个 V 的那个二声的标记，你们那儿有没有？就是本来是通啊通啊，他那个哪本来是轻声不应该有音的标记，它多了一个 V， 把那个划掉。就是抹卧啊，你那是新书吧？啊，后边那就去掉了啊。下边一行啊，可卧嘎呀大家真报，迷糊了，再重来啊。可卧嘎呀大家给过基拉基，可卧嘎呀大家给过基拉基，可卧嘎呀大家给过基拉基。这个莫卧卡，莫卧卡呀大卡真报拼哪拼，莫卧卡呀大卡真报拼
莫沃卡亚达卡真波钦那钦，婆沃扎拉达达那若多卡多，婆沃扎拉达达那若多卡多。婆沃扎婆沃扎拉达扎解就素爬达素，婆沃扎拉达扎解就素爬达素。单词这个都没有发音上的问题，就是熟悉一下就行了。沙波，白色的，他这儿写的是命令，这个实际上这在宗教上这就是话的敬语，说话的话的敬语。就是圣者的话，像这个叫甘珠尔，就是丢，就是圣者的话翻译过来的圣者的话，就是圣者之言，丢就是翻译过来的圣者的话，那就是甘珠尔。甘珠尔就是翻译过来的论就是佛的弟子写的，叫甘珠尔，这就是甘珠尔的甘，就是这个他取的是这个就是世间意义的那种命令，圣者的话呢都是圣者的话呢绝对是对的，你就要照着办的，他所以取了一个这样的意义，实际上主要就是敬语，圣者之言。第三个记，这是数字1，纠10这是在这儿才出现的，我记不清了。第5个是东派遣，发出去，布施，舍弃什么都经常用这个东。下边当，它俩是一个字，东是现在时，当是过去时。这个现在咱们先不讲，这个它这4个时态叫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还有一个命令时态，一共是这个4个，很有规律。这个它这个语言那个设计比较新嘛，也比较规律，也比较好掌握。咱们就先熟悉一下发音就行了。派遣。第7个贝恰，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书。第8个作窝，它这是作为形容词是主要的，有时候直接当名词就是首领，最重要的人，就这个意思。作窝。第9个树，栽树，栽这个栽花，建立，咱们就主要为了练习发音，然后呢顺便这个意思呢就先熏点印象。第10个扎细，注意这个扎呢后边细是体固是这个细元音，前头这个扎这个就要戴个小帽子变成这，所以呢应该读这细，扎西就是吉祥，他们见了面之后问好，叫这细得嘞，这个我把那个得嘞给写出来这细有了，把得嘞写出来，可握，你前头也可以加个小点，跟那个这细跟它隔开，这细得嘞，这个得也是安乐幸福，嘞也是好，都是好词儿这个合起来呢就是
祝福吧，就是吉祥如意，这个祝你这个快乐，反正都是这个就是好意思。发音也比较好发吧，得累，但是那个它累是本来是3声，但是放在第2音节呢，不取这个后部声，所以就降成这个4声。抄完了，咱们就来念一下啊。这戏得累，就是恭喜的意思啊。一般他们翻成吉祥如意，可以这个见面也可以这戏得累，再见也可以这戏得累。一般他们再见的时候都是互相祝福一句，就是这戏。第11个是鸡，中间这个词儿，这个中间，好像我记得他那个坛城啊，中间，好像就是这个鸡。第12个是，注意啊，鸡哥，后边那个变成鸡哥，春天。第13个是科罗，就是车轮，就是这个轮子。车轮呢，如果加上一个法，咱们才都学过这个法，然后后边再加上科罗，这个对，有时候就简化，就是切科，就是法轮。它因为作为一个词儿呢，它就这个不好读，就直接就是光那个缺科就是法轮，科罗就是轮子，就是车轮。咱们读一点啊，科罗，缺科，第14个是雀，这个呢也是一个敬语，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圣者呀，这个尊者呀，长老啊，吃穿戴啊什么这些动作的一个综合的敬语。下边一个是通，喝水的喝，通。后边这个词儿，这可能是现在组成的词儿吧。罗春，罗是心，智慧，春是一致心一致，这叫同志这可能我估计是一个现在组成的词儿。下边一个是拜盖，这是这个进步发展，可能这都是新组成的词儿，可能是不太确切啊。这个后边这个是常用的，嗲搓，这个嗲是这个面积广大，搓是湖，咱们前头讲过，搓是湖，就是聚集在一块的水，大水这就是大海。这个经常有人起名字叫这个嗲措，什么加措，就是这个大海这个词儿。佛的智慧犹如大海，我们的智慧犹如牛迹对，嗲措也是一个常用词。第19个是不对，我看携带。读这个鸡字是咔，然后加上那个你愿意那个日呢，就是有人愿意读出来，也可以，就是第20个是谢，这个是常用的，就是说的这个动作，谁说什么话的说，这个常用。第21个松，1、2、3的3，2咱们前头学过，这个2是妮，3是松，下边一个是飒，
这读音很干净简单，就是仨变成四声。积累这个词常用，积累智慧福德二种资粮都靠这仨，就是攒钱积累都是这个仨。下边一个是习四，1、2、3、4的4，咱们这个数字好像都快学完了，都有了。前头5、6、7、8，好像都学过了，好像，10个数字快学完了。下边一个是索巴，如果没有这个破卧呀，那个索是吃，单独一个撒也是吃，加上这个呀是制造，就是干活了，就干活的人了，不是吃饭的。吃饭的有点开玩笑了。对，这个加上这个是制造的意思，就是干活的人。下边一个是乐，这个就是前边那个也学过一个词叫 law， 就是学习也是他，教学也是他，就是那个，但是那个的过去时，前头那个是现在时，就是时态不一样。他这个过去时最常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前边加一个爬，后边加一个撒，就成了过去时了。你看这个就是前边有爬，后边有撒，这个咱们现在先不用记啊，慢慢那个回头学动词的时候一下就是看明白了。最后一个是戳辣，浪费，戳辣。好，咱们整个过一遍啊。嘎波，嘎，记，揪，中，当，塞掐，缩窝，住，这戏得嘞，几个，可乐，缺壳，通，罗吞，白盖，不对，不是白，是拍，是吧？它不变音，是吧？它拍，是吧？我这读错一个啊，拍盖，这不是八，是拍，假错，开，谢，松，大，洗，左吧，乐，戳辣，歌金，张爱，姑苏，姑，咱们前头说过，姑是身体，苏是色即是空的色身，这就是色身。色身是什么呀？就是指的这个身体，但是这是敬语，指的是这个圣者嘛，都有这个法身报身，这有时候还有色身，这是一个化身。姑苏是指这个圣者的这个这个色身体。下边一张春金，翻过来，滚翘，这可是常用词。君是这个珍贵的，翘是这个神圣的，都是宝贝，都是好东西。这个词儿经常指什么呀？指三宝。君翘就是在佛经里头说提到君翘是宝贝，都是指三宝。君翘，下边一个是坐，再一个开包，
开包。这个我在那个读那个就是清晰版的时候啊，给读错了，我读成看包。看包是因为那个堪布，这个在这个藏传里头呢，就相当于咱们汉传里的法师，能说法的法师啊，叫堪布。我就想起堪布来了，我就给读成看包。实际上不是，这是开包，不是看包。下边一个啊，通宵，下边一个是出包，这个是深意，下边一个是吃亏，吃是声母，鱼是韵母，吃亏，洗个，这个是冲，叉是吃，冲，下边一个是出包，尖三，三叉，下边这个是接单，枪包，辛巴，松懈，我看啊，这个休息一下吧，练习休息。好，咱们再学一课。这个因为规则简单，所以呢，咱们就是多读一读。这样的话，咱们这后边还有2课，咱们就把这本书的课都学完了，就剩一节那个叫复习课了，就第16课，75页。这个前加字呢跟上加字的规则一样，卡卡塔塔塔变成这个不送气就完了，很简单。咱们来先读它一点啊。第一行看，加前加字也是变成不送气，叫嘎，鼓，果，就很简单，就记住前加上加字是低调不送气，都变成这个浊辅音了，就不是清辅音了。第二行的打，胆，菌，夹，结啊，第16课呀。那就改过来吧。对。我这是已经用钢笔改过来了，改成一个 G 一个 Y， 夹，就是歌一，夹，改成夹，对，这是个错的。那个新书是不是正确的？哟，新书也没改过来。你看，这显然这是，如果要是没有前加字，这个读卡，有了前加字呢，不送气改成夹，结。第二个词读音也是一样的，结，前加字就起一个不送气的变化，别的不影响发音。下边一行，炸，种，绝，下边这个呀是个特殊情况，你就特殊记就行了。特殊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看啊，爬前头加塔，就是你看下边这个爬是基字，塔是前加字的时候，这俩一组啊，你就要记住，一看到这俩凑在一块儿，特殊变成什么呢？变成蛙，就是一个是变成平调了，第二个呢变成蛙了。那个爬不是在第二音节的时候经常读那个蛙吗？就变成那个了。这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情况，没什么道理，就硬这么记，这是个特殊情况，就是爬后边一根爬，你一看这个组合，死死的记住它，这个就读蛙，变成蛙。你看头一个呢，注意啊，头一个就是蛙，因为它两个字母嘛，后边那个是鸡字，它就要加一个啊，这样表示中间是鸡字，这就直接读蛙。后边那个你看啊，不算后加字，光读前两个的时候还是读蛙，蛙后边再加上啊，就汪，这个汪是权力，汪是权力。这是一个特殊的组合。下边看啊，咱们还接着来，规则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你看第二行，爬后边一根爬变掉了，变成蛙，变成蛙。哦，对了，不对，这儿又有特殊情况了啊。如果要是爬跟爬一结合，就读蛙；如果爬跟爬一结合呢，还加了其他的元音，那个元音那不是啊的话，就光读那个元音，这俩就等于抵消了，什么也不读，就光读那个元音。你看它这个是组合很特殊的。你比如说这个吧，一看爬跟爬一结合，这俩呢，它又加一个乌，这时候就光读这个乌，他们俩就等于抵消了，就没了。就光读乌就完了，所以这个读乌，看后边这个单词，它俩一抵消没了，就读一个乌后边卡撒，就是把调一摁下来，变成了雾，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组合就是爬跟爬，如果要是没有其他原因是啊的话，就读蛙。如果要有其他原因，就直接读其他原因，他们俩就等于抵消，什么也没有了，就取消掉了。咱们再看下一个，爬跟爬一组合有乌，这就他们俩就抵消了，不读它了，光读那个乌后边跟了一个喇，就变成了鱼，对吧？乌一根喇变成鱼，所以这个就读鱼。记住这个组合啊，爬跟爬如果有其他的元音或其他的字母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抵消，就什么音都不发了，就没了，就这么特殊。再看后边那个单词，这个单词呢，爬碰到爬了，抵消掉了，没有了，就直接读那个乌后边有个撒，所以还是读鱼，撒呢还要把调摁下来，所以读玉，不但变成鱼，而且变成四声玉。再看下一个，爬一结合没有了，就直接读那个哪若是读直接光读那个就完了，它俩就等于没了。它俩一组合就一有其他原因，它俩就光读其他原因，它俩就这个抵消掉了。看后边这个怎么读啊爬没有了，光读剩下的东西。这个很特殊的啊。咱们再看下一个，爬抵消掉了，就剩一个牙呢，注意啊，这牙在这个我看啊，这个反正是前头那个蛙呢也是读平声，这个牙呢也是读平声，它后边不出二声了，所以这个牙呢变成了鸭。这个爬抵消没有了，直接读鸭，就变成了这个光读那个牙，光读牙呢都是读平声，它后边没有这个二声，都是平声。再看后边那个单词，爬一抵消没有了，鸭儿，你可以在后边用那个拼音拼上鸭，然后 f 停掉。下边一个看啊，
塔塔抵消，压了一个一，哎，一还是一，因为压的那个声母是一嘛，是 y， 哎 y 加上个一还是一，所以呢就读一，哎，注意像这个呀，一定要记住这个组合，这个容易被人读成什么呀？那个爬雅大是卡给不齐，容易读成齐，但是你一定记住，这个塔爬一结合，就是一有添加字塔，一字是爬，它俩抵消，光读剩下的东西，所以呢，这就不能读齐了，就得读成一。哎，看后边那个，后边塔爬一碰给抵消了，一，然后一，就是那个爬发一个波的那个口型，哎，哎，变成这样了。最后一行的爬也抵消了，就剩一个ra呢也读一声，所以变成了ra。看后边那单词，爬抵消掉没有了，ra还就是ra就是延长一点行了，ra不对，是 re， 哎，拉要变一下音，后边还有吗？后边没有了，没有，咱们回来这个呀，再那个熟悉一遍，因为这是个特殊情况，又没道理，你就靠什么呀？靠应记，就是塔跟爬一结合，就是有了前加字塔，这个西字是爬，这两个一碰到抵消，但是如果要是说你抵消了就没这音读了，那就读成这个哇，就是第一个那样。哎，如果是啊的话，就读成这个哇。咱们看第一个啊，他俩一看这个抵消呢，啊的那个这个元音就读哇，后边这个哇加上啊就读汪。第二行一看，他俩抵消，直接读剩下的那个呜，后边那个他俩一抵消，剩下的呜变成雾。第三行他俩抵消，剩下是吁，后边这个玉，再下来他俩抵消，直接读哪弱？后边那单词 or， 下边一行他俩一抵消，剩一个牙读成平声，呀，后边单词呀儿，后边这个他俩一抵消，剩一个一，后边这个是一，最后一行他俩一抵消，剩一个ra，后边单词 re， 这是个特殊情况。翻过来，这个呢，他说在前加字麻跟啊的时候呢，要读成这个前面要加个 n， 意思就是带个鼻音。这个呢，你这个无所谓了，你那个记住就带，不记住不带也没关系啊。咱们也读一下，就是这个嘎呢，它就要读成嘎，就是先那个鼻子先嘎，哎，那个做一个那个，也不要出来，做那么一个口型就完了。这个就是不重要，你就直接读嘎也行啊，嘎，果，鼓，夹，解，讲，不对，我读错了，讲，哎，直接就是二声，没有那个声调变化。下边一个打，左，急，拔，补，砸，左，足，砸，准，左，急，
解甲甲角角绝绝甲角儿角儿，这都发音上就没什么困难了。下边长庚拼读法也练习一下啊。抹握夹拉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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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握哇那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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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握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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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可握嘎啦大闸，可握嘎啦闸，可握嘎啦大闸，可握嘎啦闸，握把啦大闸撒结，握把啦闸撒结，握把啦大闸撒结。握把啦闸撒结。注意，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结合，可握加上爬，它俩抵消了，光读剩下的。对啊，是可握，哇呀大呀啦呀日。可握哇呀大呀呀。哎，可握读了之后呢，直接读它俩的组合的音就读哇，哎，然后再读后边，可握哇呀大呀啦呀日。可握哇呀呀。下边一个，可握打写就匀那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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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打写就足卡萨足，可握打写就足卡萨足，握打写就足卡萨足，可握打写就足卡萨足。这又碰到那个特殊情况了，哎，他俩一碰呢，抵消光读剩下的那个，这个是可握哇写就玉撒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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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握可握嘎啦大扎那若觉他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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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握嘎呀大嘎那若表卡萨表，莫握嘎呀大嘎那若表卡萨表，表是g o 表，哎，这个别扭一点，就是g o 之间加一个一 g 表，哎，别扭一点。再来啊，莫握嘎呀大嘎那若表卡萨表，莫握嘎呀大嘎那若表卡萨表，对，就是表，这个别扭一点啊。再来一遍，莫握嘎呀大嘎那若表卡萨表，莫握嘎呀大嘎那若表卡萨表。对。下边又碰到这个特殊情况了啊，是他俩一抵消，光读剩下的是可握哇呀大呀写就玉卡玉，不对，是一乌 u， 哎，一跟这个呀是一跟乌拼起来，重来啊，可握哇呀大呀写就 u 卡 u， 可握哇呀大呀写就 u 卡 u， 对，可握哇呀大呀写就 u 卡 u， 可握哇呀大呀写就 u 卡 u， 再来一遍啊，可握哇呀大呀写就 u 卡 u， 可握哇呀大呀写就 u 卡 u， 不错。来看看单词啊，这回就把这个数字学全了啊。第一个拱吧，这是这个敬语思想，就是胜者的呀，
大德的这个思想啊，这个大家尊重的人的思想，拱拔。咱们学的这个解深密经，这个在藏文里头啊，它那个名就叫叫这个解释解释这个甚深意趣的经。那个意趣就是这个拱拔，就是圣者的思想，圣者的想法，就这个意思，拱拔。就是这个解深密经的题目里头就有这个词儿，拱拔。第二个鼓，酒。第三个是碘，打坐用的那垫子，拜垫儿那个垫子。第四个是均，这是7、8、9的7，可能到这儿可能这个数字就都学全了，可能。下边一个掌握，敌人，这个佛经里头也常用，像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贪嗔痴了。汪掐，刚才说了，光这个汪啊就是权力，这个掐呀没有任何意义，就好像那个说左巴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名词化的一个东西。经常有一些词呢名词化就用这个掐，就是权力。下边这个注意，这个卡跟爬一碰抵消，光读那个乌气，这个乌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乌就是脑袋。你看那个第11个国，读国，第11个这个国就是脑袋，就是这个就是头。这个乌啊是脑袋的敬语，这个高贵人的头不是头了，是这个头，脑袋。这个乌是脑袋。那个乌是敬语，这个国呢就是一般人的头，这是脑袋的意思。乌气，气是引导撑着引导的意思啊，引导的头，就是领导。下边一个是醒鱼，醒咱们学过，醒吧是农民。这个后边这个呢，就是他俩抵消，爬抵消，光读那个乌跟拉就是读鱼，醒鱼，这个鱼是贫穷的意思，醒是农民，就是贫农，这都是现在词了。下边这个注意，爬一碰抵消，鸭变成医生，鸭咖，夏天。前头这刚学了一个是春天，这又学一个夏天。第10个也是特殊情况，这个呀一开始经常忘，按平常就读，你就记住，爬一碰抵消，直接读re，撕破。第11个国，这是常用词。下边这个果气，这是这个一般的领导了，不是这个圣者领导，不是高级领导啊，一般的领导果气。这边过来解，会见这个重要人物，拜见，拜访。允，跟前面前，这个常用，这个跟那个第4个单词啊叫允，读音完全一样，就是前加字不一样。前加字是爬呢就变成了数字7，前加字是麻呢就变成了这个在跟前，在面前，这个在圣者面前，在这个佛面前，那就是允。下边一个只是常用了敌，此这个。下边一个不，虫子。下边一个足，不对，我这是一个词啊，主君，
后边那个读是声母是之，就是大之，后边是晕之晕君，君，你自个儿琢磨一下，主君建设，这个是不是现在词？这个好像我这个读佛经读的少啊，还没见过，可能是现在词。下边一个着，这是常用词，下边一个摘，大米就是不是稻子，是稻子磨出米来的那个大米，这也常用。佛经里头经常打比方，什么米啊什么的，下边这个啊，就是那个不太好读的那个叫鸡哦标，标包，这个别扭一点，就是那个快，慢快的快，跟慢相对的那个。下边这个注意，这就是特殊情况，爬一碰抵消，广读后边的，后边是什么呢？声母是一，是吧？后边是啊，这个一，呀是吧？呀啊，样，元音，它这是指说这个就是辅音元音拼音里头的元音，实际上这个呀就是音调，这个而且在这个佛经里头也常见。那个藏传有一个叫这个妙音天女啊，什么这个音就是这个音，但是这个就是词就是读这个读音特殊，前边那两个抵消了，呀啊直接呀读成平声，下边一碰仨变成四声，所以就变成了样。下边一个是辅音啊，再见，本来这个后边这个是读送气的，就是且，本来是且，结果它放在第二音节呢就不能送气了，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且就变成了这个加呢它又这个就是不能升调，所以呢它变成平调碰到后加字塔就变成降调，所以就变成四声。再见，最后一个词儿这是绝对是新词了，咱们练读音啊。脚妹，柴人啊，柴人，脚妹柴人，四个音的字呢，你就断成两段，前两个算一组，后两个算一组，读两组就完了。角儿是财富，没是没有，没财富的。柴人是阶级，无产阶级，这肯定是新词儿，咱们就练读音。脚妹柴人，整个这个词咱们再过一遍啊。拱吧，鼓，胆，云，掌握，汪掐，乌气，醒鱼，压嘎，热，特殊啊，那俩一抵消，拉读成平声，热，果气，这个气是牵引的意思，拽着的意思，拽着走着头，做领导。解，允，底，补，主君，着，谁，有波，鸡哦标，样，再见，脚妹柴人，
练习，上一课的练习还落着了哈，咱们先读这个练习，再回去读上一课的练习。练习读一下啊。第一个词儿，颈椎，颈椎，颈是绑起来捆起来，椎是解开解放，把束缚解放，这就是解放。别说这个别说这是新词儿，这颈椎咱们那个佛经里头经常用，咱们不是什么相缚途中缚，哎，也是把这个相缚途中缚解除了，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个老词儿。第二个，吞肌，吞肌，醒筋，醒筋啊。第二个应该读知阴经，醒经，醒经，声母是知，韵母是音，知阴经经。哎，回头自己可以这个练习练习，别扭一点。知阴经经经经，哎，醒经，醒经，嘎军，嘎军，嘎军，这个是允嘎，允嘎，允嘎，冬天啊，全是春天夏天，这是冬天。允嘎，如果你要是读的标准一点，允哥是吧？哎，那个嘎发成允哥，允哥，下边一个允啷，允啷，下边翻过来铲哒啊，不对，这个不松气了，变成剪哒，剪哒，下边是允波，允波，允差，允差，得记，得记。这个刚才说得记得嘞，这个得是幸福平安什么，这也是一个这个好词儿，得记也是幸福啊平安呐、就这类的词儿。绝灭，绝灭，这个词儿你们那个啊是不是左边少一个道啊？是不是啊？不清楚，这就是那个啊，哎，给它画圆了就行了。这个是北部，北部，哎，爬它前边一加添加字读成拔，所以就成了北部，北部。下边这个是绝规，绝规，哎，爬就不读爬了，读成拔，就变成了绝规，绝规。giảm linh，giảm linh，giảm linh是什么呢？giảm linh就是咱们的南这个善不周，giảm linh。这个linh呢是周，就是三点水一个州长的州，哎，linh是周，giảm就是那个善不周，那个善不周的译音啊，giảm linh就是南善不周。赡字是一个，先左边是宝贝的贝，赡养的赡，左边是宝贝的贝，右边是那个詹天佑的詹，下边一个是答谢，答谢，再下边一个特殊了，只读那个他俩抵消，只读这个就是 u 啊，这个 u 八 u 八，哎，一跟乌拼起来 u 八 u 八，后边一个汪月，汪月，汪是权利，月是有权，后边一个还是这个练习，广读那个他俩抵消，广读淤脏，淤脏就是后脏、胃脏，就是那个后脏是那个后脏是那个日喀则那边是后脏啊，你说是吧？
不是这个，不是肚里的那一套，这是这个西藏那个后藏，也叫胃脏啊，前脏后脏，这个拉萨这算那个算什么前脏啊？这个我也不是太那个清楚啊。后藏就好像日喀则那边算，可能是在山后边吧，叫后藏，淤脏，下边这个，所以你看啊，这一比较就只读一个乌是吧？乌肩，乌咱们说了是那个脑袋的敬语，头的敬语。肩是什么呀？肩是有，肩是具有，有头。这个字的意思是有头，什么意思啊？有头的呀是楷书，就是正规写的那个，就是藏文上边有头的，就是上边有那一转横的，那叫有头的。这是像咱们写的这都是有头的。你看，就是上边有一转横的，这叫楷书，就是跟咱们汉文的那个说，就是正楷，这是正规的字儿，所以这叫这个乌肩。有头的字就是楷书，正规的。然后要是乌昧就是那个没头的是什么呀？就是草书，就是那个他们写草书那个它上边没有这个小转横，都是那个非常草。你们这个书后边有，这个书后边我看在第几页啊？在这个121页，121页，你看第一行就是有头。第一行这就是这个楷书，就是手写体，这个写的比较正规的。第4行那就是那个叫草书，中间那2行啊，那都是这个就是艺术体了，就是比较这个也是一种写法吧。第4行那就叫这个乌昧就没头，就是那个草书。你看草书没头就非常草，他们写起来更草。那个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你但是呢，你熟悉一下就行了。你把那个嘎，你看他那个嘎是怎么写，你跟那个嘎一对照，一个一个对照起来，也能认识。就是说，就是要熟悉，费点劲儿。这是乌肩。然后最后一个啊，雾，就是把那俩抵消了，光读那雾。这个乌肩这啊，咱们也学俩词儿，这个因为以后啊用得着。乌啊是这个一个是头的意思，再一个是顶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啊是中间的意思。这个头一般都在中间嘛，头在中间，有中间的意思。这样的话呢，这个经常用的一个词儿，乌妈。乌妈是什么呀？就是中官。妈不是那个，就是乌爸乌妈，就是名词化嘛。就是这个乌啊，是头的意思，顶的意思，还有中间的意思。这个中官，中道，对乌妈。如果后边再加一个八，就成了中官师。就这个人是学中官的，中官师，中官派。这个以后乌妈八，乌妈就是指中官中道，这个乌妈八就是中官师中官派，有时候就直接指这个那个龙树的中论，就乌妈八。行了，这个下边大家就是经常听听录音，经常跟着读一读，熟悉。过了这个假期呢，基本上这样的话，就是拼音上就比较熟悉了。后边呢，学语法呀，学句子呀，学意思啊，慢慢越来拼音就越熟悉。这个就是一个没事儿，你就是记住一个坚持，每天呢最好每天都听一段，每天都这个读一段就行了，也不用太下功夫，也不用太用心，就每天都读一读，多熏，它自然每天就是在进步。如果你要是一停一周，不但没进步，而且学的那点呢还给
淡化了，哎，学退，最后你就那个很难跟上了，哎，就坚持每天读一会儿，当那个休息，学其他的学累了，哎，听会儿录音，读一会儿就完了。行，今天就到这儿吧。